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文，又到复习的时间咯。人哋講啊，槍草係老祖先流傳下來嘅智慧，也到按多嘅槍草地方啊，其中有一類哦，本高本嘅印象規則，就係錄下以前啊，有人做嘢嘅時節啊，阿婆啦、媽媽佢哋都會摘一個槍草過來，學本人嚟洗身。哦，個味道啊，清香咧，係乜嘅槍草啊？按到太鳳草。一個細細太鳳草，除了可以來做嘢洗身之外啊，冇想到佢還同沙棘洋草有關係呢。到底係樣辦一回事呢？今日啊，特別邀請到來自新北嘅太鳳草專家鍾贊雄哥，同大家來分享介紹一下咯。馬上來歡迎佢吧，歡迎贊雄哥。各位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太鳳草園嘅鍾贊雄。哇，贊雄哥歡迎我，很久冇看到啊！贊雄哥，唔過啊，喺介紹太鳳草之前啊，想去請教你下，以前都提講有喺種太鳳草，唔提講以前啊，唔係專門喺種太鳳草，還係有種其他嘅工作嗎？一個太鳳草有冇佢睇嘅時間也唔係講專門去種啦，真係閒時有接觸到一個太鳳草，下後呢做春裝嘅時節，兩頭沙棘做一個沙棘太學，沙棘太學嘅時節都同我狀況開課，請一個屏東科技大學教授來教我哋一個香草，如因為上一個香草嘅關係，有冇睇咧？都尋到我哋菜地有一道乜嘅香草，如安尼開始，我哋扮演地度嘅有冇？幾乎全部都我哋狀況嘅，後生嘅菜地裝備也有，如討論一個我哋天王鄉嘅香草啦，甚至於槍草一條，其中咧，你有講到一個太鳳草。講到太鳳草時，大家都義工都過大家個睇啊，木做啊個因為大家人印象會切，條擺好擺啦，覺得行到哪度看得到，下後呢都因為用嘅太鳳草係啲幾好嘅中藥，幾多有嘅條擺中藥都有嘅，買中藥嘅而冇去攞去採，但是也就採中藥嘅有冇因為看到太鳳草啊。連條邊件都綁起來，主要因為都係頭，根件，因為中藥都怎麼用頭臀件啊？米下嘅部分有冇都講冇去用，嗰時候都因為年嘅時節有冇變到我人講嘅，用連條邊件都綁起來，我群眾都會難啊，再加上人家。農民大家嗰度都用一個殺草劑，用藥太重，用藥嘅太多，最尤其一個殺草劑一撒落去冇，真係乜嘅都冇係。唔管好嘅又係壞嘅，全部錯都冇嘅。尤其一好嘅一貴重嘅又冇一隻都滅咗。如果太鳳草應該養我都簽唔到嘅。但是喺外鄉看到嘅咯，就係假太鳳草。假？還有假哦？按樹紅拿應該都真嘅吧？有啲真嘅，有啲假。有啲真嘅，有啲假嘅。你睇下兩個味道冇一樣。觀眾朋友，跟恁贊雄講，哪個太鳳草有啲係真嘅，有啲係假嘅，到底係哪一個？讓恁來談一下。一個太鳳草其實看起來都差唔多啊，味道也差唔多。係唔係一個圓圓嘅狀係啊？一個親像老闆人不時會看到一個雜草咁樣，係唔係啊？贊雄哥？最好你用樹枝嘛兩枝樹，兩隻樹唔可以撞牆嘅葉嘅，用樹枝先攆一下，讓佢皮乾淨啦，皮到個蟲嘅面。應該係葉嘅哦。你都錯嘅。嗰時葉嘅係真係真嘅啊！我一直覺得葉嘅係真嘅呢，冇想到觀眾朋友其實看葉嘅順後啊，葉嘅葉嘅有一期一期嘅鋸齒狀嘅，真係真嘅太鳳草。葉嘅圓圓嘅呢，唔係哦，係假哦。葉嘅係太鳳草，葉嘅喏，葉嘅係乜嘅啊？一種都很多美洲闊苞菊。美洲闊苞菊。今年上嘅地方也差唔多嗎？上嘅蔬菜啊，叫頭擺用養嘅都啱嘅。嗰時講嘅原味又講啊，把個真嘅同假嘅，但是你冇搞清楚，你會拿到假過來準真嘅用。哇！贊雄哥，多謝唔同人分享，冇真是人當養嘅去嘅時間真冇分到有哪係真的哪係假，凊彩放喺度幾嘢呢？冇唔錯但是基本上在外方有冇簽到真嘅啦？
嘿，真诶已经磨起咧，切种。嘿，都那种菜种药个伊无伊连头边根绑起来啊，因讲个斩草除根啊。真是一般是拢看毛的哦。我浸个几多蔬菜万无浸到班的野生的。吼，怎样讲？头头有讲嘛，也个太凤草脑杯更加已经看毛，按土提自家提种，按种的差不多范围有一太啊，也跟太凤草甜。我种的范围是安尼啦，我不卡是咧火房，啊，但是火房的后背。吼，我哋有当我哋火房嘅，因为头摆我哋都讲太菜园，太干净的菜园啦。哦，啊，我哋火房种有6分人，但是6分人是唔係講全部都種太鳳草啦，有嘛個野路有種檳榔嘅，有種姜蔗嘅，拉到插插，頭擺我哋是講太菜園，太干净菜園啦，有咩有水果一條，啊，野我都利用一條火房嘅，等於我哋祭祀工業嘅土地啦，空間啦，啊，落去都基太鳳草。哦，除了魚之外，其他狀況嘅也有人喺種嗎？貼喺喺種樣嘅嘛？狀況也有種，但是又冇因為種嘅都種一條檳榔園嘅。哦，同檳榔鄉下種啦。哦，嗰個太鳳草其實可以同其他嘅作物鄉下種唔怕嘅嘛？冇要緊，冇要緊。咦，安尼怎樣個？對，頭都有講到腦杯冇嘅嘛？恁按用辦去尋到一個太鳳草嘅種，自家過來種咯。哦。一個有冇吼，如因為安尼吼，早期太學佢上課嘅時節，啊談起一個太鳳草，啊因為養分差唔多嘅，啊好彩講安尼扮演地度嘅，有啲老師哦，張金台張老師都頭擺安尼早期理事長，啊伊係新北國中咧，主任退休。伊旅遊不卡旅遊。哦，這個以前這個中央台路卡。嘿，以前個中央台不卡。哦，嗰說安尼，張有好彩有記，啊張有開始有一個種可以來試驗。嘿嘿。哦，安尼張用講種太鳳草，對對細細用嘅開始都太差唔多，安尼會種一叫按用板來種啊。哦，除咗種係咩唔曉得種，還有冇一個張老師啊，都講我幫我骨頭。啊？骨頭？骨頭嘅。哦。連頭邊件咁喎，先裝一盆骨嚟種安尼。係。哦，啊，佢是對頭佢是種，但係個太鳳草咁喎，伊會開花會結籽，但是呢唔會傳後胎。啊，結籽大有大籽，啊，那唔會傳哦。係，冇看到籽。係。按神奇哦。啊，伊個後胎有冇大部分用產筍用嘅，對筍用產出來。哦，對根安尼順咧，順後安尼產出來安尼。嘿。哦，安尼種伊叫怎可以來用啊？哦，我哋對一個張老師嘅有冇開頭過去有冇可以慢慢整，因車有冇都見到。係。啊，依家頭擺我咪講頭擺種種就嗰時節有冇嗬？頭擺種種就我把我ขุ筍咧。係。啊，依個太鳳草有冇講喺咩藝要嚟ขุ筍咧？強用嘛嗬？強用筍嚟落去種，啊，車到目前嘅有安按多嘅量啦。哦，嗰時也可以用嘅種種就嘅方式，安尼ขุ筍咧，啊，幫佢太安尼，慢慢咧就會變到安太面積。哦，安尼。怎樣講？太鳳草啊，頭都有講重要嘅然後連頭邊件其實根啊，吼啊，也未嗰條全部都有作用嘛。啊，這樣可以拿來洗身嗎？有咩可以淋嘛？淋哦，係啊，我啲呢以前大部分係洗身，啊淋咁冇看到人在淋咧。其實有冇講像淋太鳳草冇啦，啊一般有冇一條裝皮前皮有冇吼？搞這個籃球啦，所以每日都要洗太鳳草嘅時節有冇嗬？你像阿媽樣嘅嗬，搞下籃球等我同阿太太講嘅時節有冇？作業嘅時節，一個太鳳草有咩議題攞杯潛過落去啊？啊，你同阿太太講，我洗之前有冇嗬？先淋一太碗過。安尼這隻滾過嘅煮比滾都這隻安尼淋嘛？嘿，煮滾有冇嗬？啊，邊邊呢人都差唔多溫度，可以洗溫度嘅時節，一下可以淋嘅啊，一下人都可以淋。哦，啲米土好冇呢？米土是冇夠好啦，但是比中藥較好淋啦，中藥是開腐啊，過腐啊。啊，但是一個太鳳草有冇唔會用腐，有時把你腐感嘅米土啦。哦，哦，真係個，安尼糖紅咧，其實太鳳草幾好用咧。按種按道嘅話，太鳳草其實有冇個照顧嘅注意部分冇？迄唔係佢凊彩本佢水淋下去，其實佢都會生嘅呀。所以做起來有冇好都冇重要。哦，啲咧種也係快種，譬如我完全冇種過，對偏僻按拿過嚟種也都夠難。哦，啊冇都講我屯那隻要拿多年咧，已經發好嘅苗過嚟種，然後冇夠好種。啊，一個佢種嘅時節有冇嗬？等我有咩個降水呢？
啊，要降水哦，又要去降灶。哎哟古，时讲要嘟嘟好诶，安尼吼，湿土屯灶土。啊，安尼水啉太多也做唔得，啊无本佢水的时间，佢也会走去。哎哟，啊佢要降嘅又冇去降평촌海嘛，因为佢有嘅。佢有個香味啊，我記第一講青島嘅평촌啊，喺講講有種有香味嘅醋啊。那個평촌可以麼？也係會降啦，但是呢，安尼可以用安尼太自然的安尼一種生態有麼吼？落去控制。因為講呢，像講插醋，佢冇被按到，伊又唔會出香。哦，啊，但是那個太紅醋，喺幾多嘅時間，伊會出香。哦。如等講像講安尼農作運用嘅，種啊甜美的時節啦，對香嘅機會夠大，啊，但是如因為呢經驗嘅關係，係種太紅醋時節伊冇，因為係冇曬藥嘅，也冇退野皮料，啊，完全如等講用安尼頭擺用野生嘅方式用嘅，退種嘅太紅醋，嗰時講係會去除醋，啊，係除醋嘅時節都用個醋機，用白的啲啊，因為上個咩咩的時節有冇吼？之前係如等我有讀到講上個咩咩的時節有安尼不潔啊，香蟲可以走出來，會不潔嘅原因就用甜咩同風冇，蟲呀幾好病，下可能係錄音咪個愛除錯有冇吼？下擺咪我自家交通。因為要採樹啦，真自家來來去去嗰啲交通有冇？買啲割錯去，佢劈嘅時節有冇嗬？每一種都幫我發現到，原來都講眼嚟係中國話啦，通風、空氣嗬，都冇平常過嘅啦。但是人家嘅除錯嘅時間，你除迄個灶迄個都推一台風嘅咪？台風嘅時候錯多米會壞係會冇睇啦，會爛係啦。要對啲天然的皮料嘛。這樣按你糖風咧，有個太紅醋，真是係幾好嘅強醋，因為唔種冇曬藥嘅啦，就本佢按自然嘅態，可以來做，都冇乜嘅講講有用藥嘅問題，都都好更加然，符合人哋嘅環保啦、自然嘅議題，幾好呢。哇，觀眾朋友，今日呢真是將開始認識到，太紅醋有個老祖先留下來嘅強醋智慧哦。不過太紅醋將可以殺生嗎？還有其他嘅作用呢？等下休息一下，再來同大家分享哦。觀眾朋友，頭都有聽到嘅太紅醋原來攞杯野生嘅改道，唔過其他看唔到嘅，愛人工來富有。唔過太紅醋種好嘅，按樣板來做伴人家來用呢，繼續來請教張雄哥咯。張雄哥，頭都有講到講，原來太紅醋種好嘅，種好嘅之後按樣板來用，係直接放空來，切啦，都可以來用嘅嘛，還係用特別嘅用法咧？一個太紅醋嘛，頭擺路劈劈啊，洗澡團醋點用嘅，團那係結結，落去煮，洗澡落去煮。你人太紅醋係直接放空來就可以用嘅嘛？我哋也唔係用放嘅，用篤地嚟啦。篤地，你放地啲冇都唔會產酸嘅啊。係用篤地啲太紅篤嘅，而係會產酸。我咪要下一台可以用啦。呀變咗篤空來冇都等我洗澡。行問唔係澡嘅時間。萬年nem乾嘅時間，唔係改灶嘅時間咯。萬冇改灶都係團醋結嘅。改灶咩又係可以用用團醋結嚇？唔劈灶嘅時間有冇團那入會落嚟？全部落層層嘅。嗰時講係nem乾，萬冇乜灶啦，我都可以團啲醋結。覺得繼續洗俾灶。你講個空酒洗個灶啊？你講現用有18灶嘅都可以用嘅。你團醋嘅洗澡嘅，人哋可以用一嚿啊，傳統人哋以前都冇講，我用清酒啊，馬上都做嘅呢。也都看環境，你假如講看你個通風嘅素材有冇可以看3兩嘅嘢冇問題啦。你講有18嘅鹽水嘅素材會不錯
啊，要生虫，会生虫啊，洗澡的含可以生虫，洗澡还会生虫啊，要有遐尼嘛啃死虫啊，要做因为地多会会啃死哦。哦，我觉得还会生菇的发霉嗰种的也会吗？没有一种虫的那个上用药的一种虫，要推。哎呦，暗生，要做掉，暗奇妙哦。啊，你会发，其实传统方案就是讲，像张雄讲头讲的嘛，团错嘅，安尼来煮，安尼差唔多会煮1嚿啊。那个煮有冇就主要咧煮到滚啊，起来变滚，滚好好，有滚有冇吼，个滚加一些下嘅，吼，啊，就慢慢的地冷，冷啊都可以洗温度嘅时候，当来洗安尼。哦。行会等佢冷哦，做唔得加冷水吗？我做唔得，而面用讲做唔得去加冷水呢吼，也都等讲本来煮都已经安尼有煮滚的啊吼，都等讲一个水度会扣啦，都已经都灭hết的啊。我唔该再加冷水呢批嘅时阵，等讲又将球加落去都提掉。啊，有天一条呢，对咪？一个本来如果顺的一个太空槽的水，将冷水加落去时阵，变成有稀释起来。变成甲个泡的，效果蛮好的啦。啊，米头也有个淡的啊。米头是也个淡的。真係講，以前嘅方式啊，像團炒嘅可以講下嗰叫啊防片來煮，啊唔過更加嘅方式還有個好嘅模，係用按嘅方式來煮。一個煮啊，中國按嚟煮啦，啊但是有冇一個團炒嘅咧煮出來有冇吼？要幾多色嘅？啊更加然後講求吼。美觀啊，煮出來色水有沒有可能看呢個醬用，個醬嘅色唔會有垃圾嘅用嘅，就安尼。啊，如有咩安尼關係，嗰時候我咪講，迄咩講嚟做嘅咧有冇吼，攞去煮唔會有色嘅安尼方式。嗰時候我都開發啲沐浴包用嘅啦，像安尼茶包有冇？茶包都泡出來都看呢都個搶嘅茶，不想認點。那都裝到個太茶包用嘅，但都沐浴包嘅啦。那個沐浴包裝出來以後，去煮出來，也係香港人嘅裡面茶呢。係哦，啊你用辦去裝把嘅太空座團錯嘅，用辦裝到嘅沐浴包點會去啊？那個用係佢菜蔬菇類嘅時候，菜蔬菇類我如果拿到不卡無糖嚟曬，曬也係佢黏乾嘅時間，如果團錯嘅，我都黏乾嘅時間，我都會切。切點用嘅？切邊一團一團又係清洗。切啲個腰啦，切啲個腰嘛，一細，等講像人哋切菜樣嘅，切得你個腰有冇？安尼都去曬，那個夾走。我一包啊，嗰個一。安尼一包可以泡1嚿，也係泡1度嘅量嘅。一包都等於一件用嘅啦，都等於一年嘅份。一用都等於人哋睇細線用嘅，都一隻太桶嘅，一隻太小桶嘅水，都等於差唔多20公升啦。我可以泡暗太嘅防嘅水。喲，新防片呢，安尼嘅保存嘅限制係唔係比以前更好保存都？講下冰箱風嘛，仲嘅有啲茶包咁用，我俾我哋冰箱風地度哦。講冰箱是也唔是啦，因為有講係如果係裝一包嘅嘛，尤其係裝一包之後，等我切嗰啲是切得幼嘅咩，佢曬時就要比安尼一格咧要過早，過早有冇我哋要保存啊，都過好保存。嗰時我係喺裝洗澡嘅，我都會200包，冇都用啊太桶嘅哦。而家你500啲桶嘅啊，石潮台500啲桶度嘅。我用嘅佢都裝出嚟做一包嘅。如果本佢保存好咧，講唔好接觸到嘅空氣地步嘅濕氣，係都可以保存嘅。都保存嘅個久。可以用到1年喎。我最久嘅量有控最久嘅啦，都做實驗用嘅啊，控有1年半嘅啦，係咪會好好？中央嘅米土啦，嘅中央米土很好好安尼。係好。哎呦，係幾好呢？安尼保存翻嚟，用翻嚟也幾方便。不過太空艙除了洗身，佢還有其他作用嗎？一個係有冇？都等我有人下佢講，有唔是煮嘅方式冇？主要咁個，梗係唔是煮有冇？就在研發。嗰時候我要做出嚟有冇精油？用精油裝出來有冇？等我喺洗時間有冇？我去講我都用精油同入嘅露。因為我哋精油做出來會有水同入嘅油。會分開來。水要分開來時間有冇？變我也係嗰時候唔是煮嘅時間有冇？等我有少水。去食到有個精油同有個露，去食到多少水落落啊，也都唔是煮嘅，
哦，也都水光片的。安尼其他嘅米托很汹涌吗？米托都冇汹涌的哦。真实的。唔可以讲像太红素，因为因为也个已经浓缩的。吼，因为精油是会浓缩嘛。吼，啊，你迄个是用总比讲像太红素安尼米托时间，可能要用过多水，变稀释啊。再讲安尼现场来吃一下来批看下先，头头啊制作单位有准备的那个也个迄精油吗？精油嘿，太红素精油。也一罐迄嘛个？哦，迄款都澳洲茶树的精油，伊无汹涌呢，嘿，伊咧透明的，伊咧蒙色的。哦，安尼个来吃一下，给可以。安尼吃打开了啊，吃只树把种卤下来，也算滚珠的啦。然后你用大树搓搓啊，然后批看啦。哇，观众朋友，假使讲头头批嘅太红素叶的啊，係淡淡的嘅米絲，香淡淡的，一個精油滾一下，馬上精油提神的效果呢，而家香味啊比頭頭葉的更濃哦，然後都頭頭批一下，馬上都清都香紅了，安尼傳統除了一個太紅素，安尼精油可以用來洗面嗰度，像安尼平常時咧蚊蟲嗰度搽一個精油，咁可以？有啊，替人有樣的防蚊的效果啊。你太紅素有沒有防蚊的作用？甚至也有提神的作用。安尼提煉一個精油，體白都可以成功的嘛？也係講吃的青豆白，這樣可以撩到其他體白的溫度啦，也係比例。也個有嘛？做出嚟你咪講，你講我哋黑花都講豬頭皮炸毛油啊。也個太紅素都係豬頭皮炸毛油。用白。青豆有冇能炸到這些咧？一豆的量可以做出安尼，也一罐。50公斤能做一些。50公斤啊！哇，安尼真是幾寶貴呢！安尼其他嘅效果應該幾好濃縮喺地杯。迄樣係青龍。安尼也得機器向自家去請人做，也係自家做啊。也用這個並裝啦。頭擺讀書嘅時間有冇睇實驗室比度嘅實驗室比度嘅啊？有看過安尼東西，但是實驗室做嘅東比度嘅東西有冇係玻璃嘅？細細。當然比度嘅做嘛嘅東西你都看得到。但是你做出來的東西看得到哪唔到，量太少啦。比如說這個人對安尼實驗室做的安尼一個蒸餾器去變態，將量變態，然後出來一般看得到東西有哪到安尼。你除了一個精油啦同沐浴包之外，仲種還看得到有帶過來一啲其他嘅東西，可以同人哋小結一下冇？真個？可以。今日有帶來有冇吼？啲個當然有個太紅素嘅精油啦，特別嘅拍色嘅，一款拍色嘅，安尼做精油出來嘅時間，都有水豚油，啲水安尼都講嘅露，太紅素嘅露，油有冇吼？你嘅黃色嘅頭都看啲黃色嘅色講咧，例如太紅素嘅精油特別露，還有咧你嘅一個澳洲茶樹，因為平常會做精油嘅嘛，不所講有冇有個開發另外嘅，裡面用啊太紅素雖然講可以幫門防蚊咧，特別提神嚟講，但是太紅素用豬頭皮炸嘛，有青豆能撞到一些些。量太少。量太少，因為講喺咩情況，油有個量過大嘅咯喎，又可以撞到油，它反而方便嘅嘛，咩嚟咩有冇喺切架，又種到茶樹，茶樹嘅味道係又幾好，嗰時候有冇利用切架茶樹。落去再進入嗰隻，再哇，同太紅素比咧都差幾多批嘅，平平安尼有冇？平平50公斤喎，你講有10批嘅量台啦。差幾多呢？嗰時講係講，加喺安尼時陣係要嗰隻嚟開發一個澳洲茶樹嘅精油，嗰個一個藍色嘅有冇？澳洲茶樹嘅露，一個透明嘅色膏呢有冇？如一個澳洲茶樹嘅精油，也係有安尼，脾氣都覺得一下嘅味道。安尼一包一包係乜嘅啊？一個一包一包嘅冇如太紅素嘅芯，但是一個太紅素呢，你都係沒有芯，因為安尼在採嘅時間有冇？安尼芯啦，太紅素芯做下都夾落去細嘅啦。安尼咪講，安尼一裡面係咪前面都個霜嘅？紮嘅芯，因為一芯兩葉。安尼採一芯兩葉，看你到一芯兩葉，一芯落去曬，落去發酵出來，就種安尼一包一包落去。如果來泡茶安尼啲。泡茶，像我安尼點解安尼茶泡出都亂嘅色。
哦，观众朋友，原来太凤草更加唔单止可以来洗身哦，其实太凤草用途轻广轻多，还可以做精油，还可以做茶包哦。不过太凤草还有两版精彩故事呢，让你休息一下，等一下马上过来继续分享哦。没想到也细细一条太凤草，除了洗身之外，还可以做按好用的产品呢。不过太凤草还有更多精彩故事，继续来请教一下张勇哥咯。张勇哥，条到一个叶尾啊，如果你讲嘅太凤草的茶，用嘅个一心二叶嘛，错冇？哦，没想到太凤草可以用茶型用来一心二叶来泡的茶。啊，条到还唔见识到嘅太凤草茶的秘诀咧，爽快下先好嘛？可以。系啊，你一个泡一个茶有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吗？如同我哋一般泡茶咁，茶水一天都在滚。一个茶，观众朋友，一个可能这个啉过章有个感受哦，啉下去啊，太凤草的米丝，淡淡的，不过有一种负感的米丝，是还到很难过的时间，有回甘的感觉。一个小事几好吃，我想讲人生也应该几好呢像个一般的长寿茶又冇像长寿茶暗重的米丝，看其他个色身，哇，淡淡的金色清香呢。看起嗰啲影响啦，温水嚟啉都够好啉。系啊，你怎样讲？平常时啊，一个水一个茶有乜个特别条到讲一定要滚嘛？其实泡几久会唔会有个涩涩嘅米丝啊？一个有冇这种量吞时间，要控制到够好。你讲时间上控制到冇好，你讲泡太浓。你讲泡我乾時嘅，一路過副重用嘅。其實因為用時間落去整。你東西同人哋泡茶，同人哋平常時泡茶咁樣啦。我是一濃，我是一糖，用時間落去做。這個係吃看下先。你太鳳草除了條到有講人哋做嘅產品，係咪還有做其他嘅法通來推廣一個太鳳草？一個太鳳草有冇？入面入面在做一個沙棘洋草時節有冇？談嘅幾多東西，甚至有冇？就一般有冇？佢做嘢嘅時節有冇？佢寫信嘅時節啦，寫稻米下，亦大概面派，蘇吉呢，一天會變色。我印象幾深，以前啊，萬世時節寫一個太鳳草寫起之後，拍攝得個毛巾啊，也一個叫做衫褲用到嘅，如果有個染色嘅蛋糕呢？嗰時候我哋問到，一個不記唔會按年嘅時間，我們太鳳草一定可以做染布嘅色啦。嗰時候我哋咪嚟拿做植物啦。你發覺染布染出來嘅色線，係咪像一個色嘅茶咁樣？你淡淡嘅金色啊，你色啊？個全部色。個淺一些。個淺。可以做染布哦。除了你，還有其他嘅DIY 法通可以來體驗嗎？係啊，嗰時候我哋係有法通嘅時間有冇？我哋如果種準備一塊布嘅，都係棉布啊，後面來嘅時間有冇？我哋都一齊發一塊。都用喺時間拉時間有冇？我哋會用煮得嚟嘅，煮太鳳草嘅色煮出來，能拿布落去染。喺時間唔拉時間有冇？我哋都最出價都用啊，摘個皮葉嘅，用個布將一個葉嘅方嘅色有冇？出價用刮得嚟嘅，刮入布你本期刮入去嘅布嘅地方，布嘅地方都等於染嘅布嘅出價你都做時間嗰段，刮啦用刮得嚟嘅，而面呢葉嘅邊嘅布當有冇？一刮嘅時間有冇？會有啲夾吧，汁液會走出來時間會本嘢呢布嘅酸入去，酸入去經過一個空氣嘅氧化有冇？色線會走出來。你真用過一個染布啊？你一般會用嚟點行啊？一般有冇？我哋要分一個時間長，同一個時間短。一個時間長嘅有冇？我哋都會先煮一個色啦，太鳳草色煮出嚟更濃。
也个说做出来的时间用布的嘛，用读的咧啦，所以做嘛个法错，因为也个布的有嘛本读的时间有嘛，读论的时间也个说啦，你念唔到地度的。OK， 布的你唔会识到嘅接。系，你唔会识到嘅说，因为大概都有安尼土壤走出来。哦，你设计好有冇可能哦呀土壤都决定下个食。时间嗰长我用一个月时间。时间嗰长差唔多要3点钟，2、3点钟啦。哦，边煮有冇边装啊好安尼。边成果做出来，差不多2、3点钟的时间。你一种种出来啊，其他嘅食会唔会轻容易都跌起来？你经过一个，你等我按你生活费本都强就那样的啦。生活本都强就那啦，都食唔强。嘅困难哦。係安尼強。安尼也嘅補嘅佢好，飲半飲好嘅，你唔可以個跌死嚟。嗰檔呢用辦？嗰檔呢要冇安尼，如果出隻你等我將入嘅雜嘅太紅醋入嘅。因為太紅醋入嘅，你看點樣個醬啊，一順頭要一克啦。你公務好嘅時候，入嘅買個細通作嘅要冇裝，還裝出來個醬，安尼都布嘅彈出來，彈啊作行，入嘅要冇都用個布彈安尼用有個冰棒片啊，用冰棒片落去刮，將一個入嘅行嘅夾啊，刮到一個布嘅行，裝出來變嚟太紅醋入嘅，切隻路拄啊台一個布嘅行嘅。你真用過，其實啊，頭到聽講在推廣一個太紅醋，其實太紅醋係客家人客家文化嘅一種代表嘛，錯冇？你除了客人之外，有好多人啊，也係外國人用過一個嘅產品冇？太紅醋嘅有啊，好多人咪幾多啊，甚至演出名都有啊。我咪乜人做嘢人都一定要食太紅醋。冇食要會用嘅安尼，我說你入面個冇食會用嘅，安那落去食，因為有冇因為講嗰多人忽然間講要乜嘅頭拿痛，因為我偏頭痛，不有安尼症狀嘅時間，因為後擺要怪個呀做嘢嘅時間冇做好，我等我太紅醋冇食到，你因為安尼嘅時間，有冇因為要強調落去食一個太紅醋啦。嗰個其實不單止係人行人會用，其實好多人啊，甚至講原住民也會用人一個太紅醋，佢哋本身都會用，係講受到人行人嘅影響，咁開始嚟用嘅。也可能你因為可以加退嚟啦，唔係講加嚟合裝嘅要冇70%-80%太唔會食啦。唔係講人哋行人嘅食冇要冇加好多種啦，所以加我聽嘅時間唔會聽。處理講切加牙咩啦，甚加羊啦，要要求，做嘢落去聽到食太紅醋，也呢那會食啦。也嘅唔會差咧，都仲把同人哋客家文化流傳出去，無論係加出去，也係入落去，都好人哋客家文化都推廣一下本客家啲。咁你除了因為也嘅太紅醋算係咧民俗食物嘛，應用版同一個沙琪洋醋可以夾下到暗號咯。真係講，能推廣嘅時間冇遇到乜嘅困難嗎？困難啊，係會有啦。天咧要冇，譬如講入邊啊食太紅醋，唔地推奶，也睇掉。天依樣話太紅醋唔掉奶賣，唔掉奶錢。嗰時講好彩要冇，尤其呀邊啊講有個阿妹啦，真假用年紀過大啊，而呢唔曉得天路呀，亦都冇奶錢。但是而呢會講。講嘅時間冇一定後生嘅，而你曉得天咯，會天咯潛，都命路往潛啦。人這個冇訓練講沙琪地杯啦，還有講這個有啲命路向推廣嘛，用其他嘅方式來做一啲行銷。命路往嘅時也有，最後我哋推一個沙琪洋醋嘅時間有冇？等我係會上到天路啦，嗰時候會搞他家，用去命路往去潛嘛嘅東西。譬如講，我也都用到太紅醋唔對，那潛嘛，都去命路往潛，打啲太紅醋，都可以潛到太紅醋嘅，都潛到我就入落嚟啦。你強用嘅一種太紅醋 DIY 法通啊，又強用喺命路往潛先同預約嘛。冇錯，一個發通要冇有個對 FB 啦，有聯絡到要冇有個同人聯絡都要同人哋預約。你總條講其實我感覺神秘嘅總條清醬要清點一下，地方有清到嘅東西。你除了太紅醋之外，你去到嘅搞一個太紅醋DIY，也係講去看一條太紅醋，還有其他可以去行料嘅冇？
除咗你講喺幾年嘅遊玩長嘅時間有冇好啊？如果大概講下你沙溪嘅導覽嘛，哦，沙溪講你江中有一個清水公園啦，哦，一路伊咧用保安林梯啦，哦，談到保安林嘅話，已經幾多樹嘅，我唔知道幾多樹嘅，哦，尤其嘛，尤其熱天，哦，甚至於可以避暑用嘅，樹蔭嘛，幾涼，當初就係狀況有半條。傳統嘅客家米食，棉花板可以食，係路棉花板，嚇，棉花板食還有時間，因為要擱在下做活動，古時講幾日咧，我哋可以做幾日嘅活動啦。哦，古時假使講，有限嘅時間，我哋不單止來體驗一個太豐厝嘅活動，我來買一個太豐厝，甚至於可以留到去我哋新別狀況，哦。真係講帶一下嘛，好來看一下一個鐘頭、落鐘頭啊，甚至係體驗人哋客家嘅美食。都好有一日嘅時間。人當初嘅沙溪洋厝嘅時間，就相當一個方式嘅嘛。也是安尼啦，一步一步行啦。哦，因為行到咧，我要人講啊，做中學，學中做啦，哈，邊做邊學啦。啊，如果你英語安尼，沙溪洋厝對87年開始。哦，一直到今啦，所以說呢時間也冇多嘅啦。如果你應該進改到一下。哦，先有太豐厝，再有接下來沙溪洋厝，也係講沙溪洋厝先厝咧，再來有太豐厝呢。哦，先有太豐厝，先有沙溪洋厝啦。哦，能帶出一個太豐厝出來啦。真係個，安尼談行來啊，其實人哋沙溪洋厝做嘅規劃對頭下太豐厝啦，到清水公園嘅部分，更加人還有乜嘅規劃嘛？還係講未來人對一個沙溪洋厝同菜市嘅太豐厝一個工業，有乜嘅理想，有乜嘅想法呢？未來嘅規劃有冇嗬？安尼等講太豐厝嘅要同人哋落貨喎，甚至於同係有一個屏東嘅自然農業，示範基地，要同人做咧結合啦。落貨房同自然農法嘅基地做咧結合，用辦去做咧結合啊？因為我嘅面積有一甲，一甲地多嘅冇，等我都完全冇用農藥，完全冇用化學肥料嘅環境，甚至於呢地多嘅有冇，我都設計到同頭擺嘅。田球樣嘅，嗰度準橋，也準橋都會有冇？如果有蛤蟆啦，一個蛤蟆有冇攞杯簽唔到嘅啊？但是有咩個行業有冇開發到地多有冇蛤蟆？本人行業嘅時間有蛤蟆好釣。安尼要講嘅落貨房好看，又可以去體驗一下個傳統嘅田球嘅生活。哇，安尼真幸福呢！安尼人哋落貨房爭。係唔係爭嘅幾久啊？目前還在進行中啦，只係一爭有冇？只係你唔是講要去爭啦，你等我爭是唔會久，也冇第一個呢乜嘅行政嘅長期也好久啦。像係安尼新槍都見有冇驗過嘅啊？都還蠻開始通過。來請大家來去你的眼眶來去聊聊一下。分享。好啊，哇，觀眾朋友，今日啊，請感謝我哋張永國來介紹很精彩有關太豐厝嘅故事。張底下講，其實我哋嘅故鄉有千多嘅東西，係我哋客家文化得以保存下來。我看大家有用心冇用心可以保存冇？再一次感謝我哋張永國帶來很精彩故事同很特別嘅太豐厝產品哦，感謝。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觀眾朋友，歡迎大家來到我哋太豐厝嘅，來我哋總務貨房嚟聊。好啊，等下安靜在故事，繼續聽眾先生來做一下運動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係球嘅運動，請準備按呢大細球嘅，唔是太大哦。細人呢球嘅嘛可以哦，大人細人仲可以同人做運動哦。請同下放起來，同人做運動嘅哦。兩隻手來拿球嘅，來。
像搓汤圆用的，搓洋板的用的，好，你的身体可以慢慢的停顿的你的球的律动图，身体放松。好了，训练你的四肢的力量，卡，放松，卡，放松。多做下运动呢，可以帮你的末梢循环加改好哦。来同个球的滚过去，听个手臂滚过来，加松个脚，停顿身上慢慢的走。球的跌下去唔怕。好了，然后呢，冲下走都可以哦。前面捞，慢慢的捞，加松骨。好，更加同个手做手卡放来，捞一个人，在低后背，垂直手，捞一个人，在低个野位，交换手。好弯手哦，人家弯的人家右手在身侧，老条拿，野位，身侧，加松骨，老条，野位，弯手。听得到吗？听到唔怕，慢慢的。好，更加用只手拿球的，用人的脚趾条，再打上去，伸出来。用只手同时伸出，更加来弯片。睡眠10好，吸氣，熱出，熱落，
除日落更加来捞树野味胯下树你跳哪野味胯下慢慢的做唔怕记得弯树哦野味胯下跳哪野味老眼看胯下好更加来弯片哦弯树弯片胯下跳哪野味胯下陈顿先生慢慢的走唔怕起起跳起更加从头开始哦头多先生教的动作还记得吗好从第一个动作开始的跳哪野味过来野味加松骨哦跳哪野味好弯片跳哪野味弯片跳哪弯树哦脚七条两个脚七条再伸出好了弯片一二三
8、9、10。今日動作記得了嗎？記得了哈，明日要記得同先生來做運動哦，好好運動，還能下次能來了。